咱台湾真侪县市拢有中正路，台中雾峰就有艺术工作者提议，把雾峰区的中正路改造是献堂路，来纪念雾峰林家林献堂对在地贡献。目前地方的看法是无啥共款，那市府是讲车路要改名，影响的范围是真大，会先了解在地意愿才做决定。 台中雾峰区的中正路，毋但是串过市区的主要道路，高连进前是台湾省议会的民主议政园区，也甲雾峰林家强保地园区，会当讲是当地的交通要道。有艺术工作者提议，应该爱甲即卖中正路改造献堂路。全台湾到处都有中山路、中正路，已经够泛滥了。而这个是威权时代留下的一个遗绪。台中市的台湾大道那个路段那么长，都可以改名，为什么独雾峰的中正路不能改名为献堂路？黄基文认为，雾峰林家林献堂伫教育文化甲社会领域有真大贡献。连做甲中正路改做献堂路，毋但有纪念价值，嘛见证雾峰的文书发展。到底是毋是爱改名？民众有无同的看法？ 我觉得还好呢，对啊，还好，对，因为毕竟那个年代久远了。盖了一寡后续的工会足侪了。有里长表示，雾峰区中正路为草湖桥到乌溪桥连接当地9个里，是毋是应该改名？爱看居民的意见。林献堂虽然是对当地有贡献的人物，啊，毋过会当用其他方式来纪念，因为安尼来改名，可能爱付出真大的社会成本。 8几年就输啊！你那边甲讲法改就改，就阮囡仔是甲囡仔讲，身份证要改，门牌号码要改，户口名簿要改，影响的层面很广。台中市政府表示，目前伫雾峰区中正路设户这个，估计有4000多户，人数将近1万人。若做改名，影响会真济，会先了解地方的意愿，再来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